花式跳繩特別嘅地方就係即係佢比跳繩多咗花式兩個字啦，即係顧名思義就係佢會玩好多唔同嘅 style 啦，即係可能我哋通常會分咗幾種嘅，我哋會有個人繩啦、雙人繩啦，會有大繩啦等等啦。然之後喺個人繩裏邊咧，又分咗好多細種嘅唔同嘅花式，例如腳部嘅花式啊、交叉種類嘅花式啊，跟住有多層次嘅花式啊，或者啲體操嘅元素加埋佢都冇問題，即係好隨意嘅。其實你可以將條繩你諗到佢可以點樣玩咧，佢就係花式跳繩。兩個 beat 項目啫，一個咧就叫做 beat，beat 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單車步啦。咁但係其實唔止單車步嘅，可能有 double 啊，可能有三重跳嘅內力跳啊咁樣嘅，但係我哋就要統稱佢叫做 beat 咯。咁 beat 咧有個人啦，有 team beat 啦 ，freestyle 咧就係叫做個人花式啦，可以叫做 master 嘅賽事裏邊咧，即係個人賽事裏邊咧，佢就會有一個叫做1分15秒嘅個人花式嘅比賽。咁其實運動員咧只需要你要自己去排一套你自己嘅個人花式，跟住喺個時間係要喺45秒至1分15秒裏邊，咁就可以㗎啦。咁你就要用一條繩不停咁做啲唔同類型嘅花式出嚟嘅。咁可能佢啲花式 level 1、level 2、level 3、level 4咁樣嘅，咁就會變咗你要做得越高 level 會越好咯。